這個男人意外被困在火星上，但當他剛到塔時，力量就增強了好幾倍。現在他能跳得極高，看起嚟幾乎像在飛翔。隨後，他發現閣下有一個透明的穹頂，裏面放着幾十顆外星生物的蛋。沒過多久，一隻隻外星幼仔陸續從蛋裏孵化出來。就在這時，他抬頭看見幾名身高約15英尺的外星人正朝他走來，並立刻向他開火。幸運的是，他及時躲到一塊巨石後面。之後，他試圖向外星首領解釋自己並不是來自他們的星球，但對方根本不肯聽。無奈之下，他利用自己增強的力量高高躍起，衝向他們的武器。他闖到了一把手槍，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使用。船沒來得及開槍，其他外星人就從背後襲擊了他，把他打昏。外星人抓住了他，船奪走了他的魔法項鏈，正是這條項鏈把他帶到了火星。隨後，他們把他關進了外星幼仔生活的地方，像照顧小孩一樣給他餵食。到了晚上，小外星人們依偎在他身邊睡着了。船有一隻外星狗負責看守他。當這隻狗睡着後，男人立刻掙斷了手上的鎖鏈，因為在火星上，他的力量遠超平常。他終身一躍想要逃跑，可剛落地就發現那隻狗已經在那裡等着他了。他再次跳躍，結果狗依然比他先一步到塔。這時他才意識到，這並不是一隻普通的狗，而是一隻擁有魔法力量的狗。就在這時，幾名外星人意外從狗身上摔了下來，其他外星人獨時憤怒不已，開始毆打那隻可憐的狗。男人無法袖手旁觀，他跳了下來，一拳便將一名外星人當場擊斃。外星首領震驚了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緊斃一拳就殺死了一名外星人。即便如此，外星人船是再次抓住了男人，並把他帶到村莊中央，準備將他獻祭。就在他們即將殺死他的時候，天空中突然出現了幾艘宇宙飛船。外星人一看到這些飛船，立刻驚恐地四散逃跑。原來這些都是人類的飛船，人類同樣生活在這火星球上，並且經常與外星人交戰。戰鬥中，一位公主被掛在飛船外側，如果她重手，就會立刻墜落身亡。男人看到這一幕，立刻憑借自己驚人的力量高高躍起，朝她飛去。就在下一秒，公主失手墜落，但男人及時接住了她，成功救下了她。看到這一幕後，公主的敵人立刻向她發動攻擊。就在他們準備曬死她時，外星人再次趕來救了她。最終，男人與外星人聯手，共同擊退了人類，將他們趕出了這火星球。